这是天龙之王。咱经过什么？军官嘛，当官军靠。内底最近个是经过什么？每一关卡后壁都是后门来叫军官人，而且袂过指导，而且你今嘛咱讲什么？叫我脾气也无好，我靠脾气解决咯，就是咱今嘛来出关来是警啊，出境来是警时候，我经过江南吼，哔，吼，这脾气无好，你我先警脾气，脾气好个啦，就对方安怎来当你来去行为，其他都无会，记起来，表示好，努力有努力专业，所以注意蛮关键。你说咱有要求的时候，但是需要保护，而且讲讲时间很快。比较简单的例子，所以讲咱个经验我希望来学。好，转类，就是康中，因为咱专讲康中对人影响，是的，因为今年当中最当心的就是那种有害，所以多在有些地方的天不过的有害。该不华的要求，所以人哋去做只要咱这么做，不管对不对我？后面的，是啊，拿来给口的时候消化一下，因为那个表示消化，但是这完，这不完。咱人这话讲的心就咱人说这完嘞无穷尽，那现在无穷尽就是经济的无穷，拿来经济用。也就当研究，当然基础不标准知足的标准，